各位乡亲，非常感谢大家在按摩环境中间来共同的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之中的客家西安语文从五级认证补强试题的教材，提示部分一共有1000题，课文112对照录音，同时加上补充题解。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大家都要知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地方、行业，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史、文艺同歌曲词的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客家的语言，要注意声母、韵母、声调。以及在文史方面，要注意到文的音、文的义、文的写法，以及要注意外来语同研发进步俗语创作的俗语要多多加强注意一道因素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法度、程度、正确度。等等三股兼顾方面来，同时注意故事同现在的华语同英文的用语文化方面的注意。张有法度研究学习客家语音的结构，以及客家语诗的注音，而来了解，所以希望评审先生也是教学嘅先生小事大家对一道注音我来加强，咬字用语音能够分明脱略好听所以头头所讲嘅地方不同，族群不同，所以嘅语音有所不同，在拜托。一个评审的先生，认证考试评审的先生，自己要加强一个方面再讲客家语也有不太词类同实用的性质，可分为是名词、人事、体物等等。第一呢，推名词，推替嘅名词；第三，通词。动作同状况，第四呢，形容词，第五副词，副词係嚟英文講是 modify 嘅修飾動詞、形容詞嘅也非常嘅重要。第六呢，介內詞、介系詞，名詞與其他詞句嘅之間嘅關係。第七呢，連接詞。連接詞句、詞語一個記憶。第八呢，一個非常的重要，就是客家語音喺度裡非常的特殊的語詞，就係感嘆詞、創傷詞、連音詞，這三種呢，當前客委會以及教育部佢才冇注意到一點所以敬請中鄉親大家。對我嘅錄音多多拿來多聽參考，注解方面多看，本文多讀客家嘅語、客家嘅文，自然就會通順流利，同時能夠加強來接受發揚客家嘅文化、語言嘅文化嘅特色。今日同大家再三嘅講請將當前教育部同客委會將西安嘅事宜講天天呢寫成天天呢一個在事一個措施了西安連音是冇天以上所以在事牛仔褲嘅在事頭前是不可以講一個形容詞跟動詞。一天要用地，我哋嘅地
一个副词头前是形容词、动词。一个原因研究的结果，可能就会讲啊，呢在此啊，纷纷呢也来出个时节啦。个音迄种概率同实验相差两音混合使用所造成的原因咯。啊，纷纷呢，这个纷纷呢，啊，概率化。再加上一个客家实验强连音一个韵母有 R、A、O， 其他嘅字呢就有R、E、U、E、O 同英文嘅 A、E、I、O、U 相同，一個連音非常嘅重要。所以 R 嚟講嘅字呢，有哇啦呀嘛那亞嘎巴 ；A 嚟講嘅字呢，有喂咧耶咩呢嘅白啊。按果數音呢，就喂哩伊咪呢嘅 B 嘅音，所以 O 呢相同，有哇啦呀嘛那個波一個結合成一個語音。頭都所講，語音一聽要有聲母、韻母、聲調，不可用本音啊。當前一個連音是體上到體系上，一共有9個聲母 ，R、A、O 都係相同啊。聲調有4聲，以摩羅生詞啊，第5聲、第6聲，再加上韻母。連音嘅韻母只有 R、A、O 嘅，所以一個4順、9順、3，一共有8空8音嘛。當前體上嘅 A 音都係用單腳嘅，單腳嘅是簡體字嘅一下體力所用嘅，但是過去作文嘅時間用簡體字會扣1分咯，所以一個連音詞也係客家語文地圖裡用單腳嘅啊，佢참實際上都係冇嘛啲當安尼嚇。語語文也只有用本音 A 音，一 A 音一下去啊，會破壞了嚴重破壞了客家嘅語音已經高尚嘅語音嚇，所以希望大家嚟注意一點，親像講啊，看呢就變成啊看 A 啊，同時是也係冇注意到3個方面嘅唱法，都到 R 同 O， 等襯詞就襯衫，內衫嘅襯衫冇用連音嘛，全部都係用了一個音，所以冇用一個語音一定有聲母、韻母、聲調，以及文字方面也冇嘛符合文法同詩意嘅用法無。一按情況之下，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客家嘅歌聲嘅音色，安正嘅音色，所以佢度呢個狀態，因為講啊，當前唱歌嘅語音有冇客家嘅美式嘅純粹咯，原因就會在於這個冇用到連音詞、連音嘅語音。本波圖呢，也係非常嘅感謝嘅各篇嘅篇章啊，一字一語嘅對照錄音，同時加上解釋。希望台灣客家電子報、屏東時報電子報又有教材，台南時報同時 WN News 世界新聞網、YouTube、Yahoo、Google、Facebook 等等網站，嘅貼上嚟做天數宣傳，以及好友社群啦，能夠轉貼到其他嘅社群。同時，我本人就用 email 一個技術到海內外有1兩萬戶協助來推廣研究指導，希望連音詞以及客家嘅語音能夠傳遍天下，安尼嚇。再講到根本嘅標題圖像，呢度所寫嘅是花蓮港嘅圖像，一個就配合
这个差不多嗰啲呢会创一条歌就是文殊元寿记所创的，讲啊，此情花许多花莲共等情人，远远一看，身边有个少年人，行间天眼一看，唔系朴亲郎，所以要注意，言有相枪，物有相思，莫按草芥。好个在莫翻头失望，就转卧卡啊。南浦是讲卧卡，北浦是讲卧下啊。再讲到根本一个歌曲，等到朴亲郎、文殊元寿记所创的啊，杨梅强，再加上万里歌上万里扬，一普太先生杨梅强所创的哈，他讲来研究一个杨梅强同徐延强有乜嘅差别嘅所在，安尼嘛哈。这个头头所讲啊，本土歌曲伫度里唱歌跟练音，嘅语音非常嘅标准，同时有客语八态词类分明，西言上母有28，韵母有64个。但是也64个之中，不含有杨梅强有5个韵母发音不同。也就是讲啊，就像 I 来讲啊，是 E 来讲啊，是呢。伊讲啊 ，G I M 的时间呢，Jim 啊 ，I N 的时间呢，Jin，I P 的时间呢，Jip 啊，按个 I T 是 Jit 啊，来发音。所以 G 是 J 同 I 嘅合音，那个合音式啊，合音。亲像我二声，其他像杨梅强就讲二声，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共同来研究各地方嘅语音语言嘅不同啊。再重复同大家所讲，一个练音诗非常的重要哈，韵母只有8类啊，3咩 R A O， 诗呢只有11杂诗 ，A 音有8杂诗 ，R O 加上了有3、4杂诗啊，所以声母相同，完全都係R 来讲是呢，哇啦呀嘛那啊加8个音，一个是係有64个。台湾书店所出版嘅啊，由罗少金先生等等大家共同在研究出来嘅，非常嘅好啊！结合上啊語音嘅鐵頭佬所講嘅天生嘅腔語音嘛，一個不管是音也好，詩也好，一個愛來注意。同時唱歌嘅方面呢，重複同大家所講。一個唔好用了一個語嘛，啊，雖然是簡單，但是適合客家語音、傳統語音嘅安靜嘅素材呀。所以，按你唱家下去，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同一個歌聲嘅音色方面一點呢，請大家共同來研究改進，安尼嗬。快些頭度用了13分41秒啊！哈，主要寫出來嘅意思，講出來嘅意思，係大家假使講啊，頭度所講嘅啊，直接嚟嘅冇聽嘅已經數落地啲咧，我哋看本文啊，就對13分41秒開始看本文，即係708係嘅名怎麼變好？客家詩言語文中我嘅認證，不強試題嘅教材體系部分，一強嘅前提，課文一時一語對照錄音，慢慢咧，錄音，等作為補充解題，問大家來共同來了解，嚇，也都會講啊，一個試題之中，一個強有嗰度意思可以做同大家做解釋，第個。一個國語講嘅是呢，盲腸，客家話是講乜嘅咯？摸腸，一個唔係盲腸嚇，摸腸，因為摸腸做一個出海嘅人呢，
大五个人冇从随时割下安尼。第二，一个跳跃的跃，也就是呢，客家人有两音，讲摇的摇，也是唱，用唱个唱啊，所以讲个是以上都下啊，一个用唱，但是看上文下文来做个解释，但是有一共有一个唱同摇两音。但是真正讲啊，那个麻雀的雀叫，麻雀的雀，雀三唱啊，关于讲的是呢，雀跃三尺啊，也就讲啊，雀跃啊，这个雀三唱啊呢哈。第三，行路用雀回来个有乜嘅喏？有一个罗笔的啊，有一个我笔的，就是个麻雀同僵尸、僵尸啊，一个以上都系安啦哈，一个可以讲系两项都系啊。所以选择题之中，考试嘅时候要注意，选就是表示全部错嘅，个测呢，也读白话文嘅时候错，啲都係有唔错嘅啊。也有可能全部都错，也可能全部都唔错，也係講啊，其中選一個，錯一個安啦哈。好，我哋再看第四一個不長命不發明的話有幾啊意嘛哈？不長命是指乜嘅喏？瑣碎就講啊，水啊苦那個缺衰啊。很苦的苦，缺衰，也係夢遊，水木之中，我放棄了，老妹點人，能多過去面長水嘅嚇，大家係講啊，夢中講話啊，也可以就會講啊，不長命就是夢中講話。再講到模式呢，同和諧一個關係嚇，過去時常談到講啊，一個有人。本模式呢，冇到三江列國，也係足頭呢碰啲到嚟去，但是最後呢，一定要衡量一個和諧安啦哈。後來再看第五個，關於講哪裡個，客家語是指乜嘅呢？不裝腳啊，不裝腳，也係不如腳，也係石頭腳。叫為強有你嘅性質咯，一個不裝叫呢，有這個啊，真正不傻叫，真一個不裝是指乜嘅咯？是這個啊，一個無良嘅啊，一個不平嘅，或者無義嘅啊，不如叫是個皮膚爛鏘鏘嘅啊，石頭叫呢？是指石頭一隻就炒過去哦，佢要飲過來嘛，唔可以飲過來安尼哈，所以做人唔好做石頭叫安尼。所以聽呢，哪裡個呢，就係講啊，不如叫按不如，所以馬人講閒閒無事做呢，就講按不如安尼哈。第六，水果最初嘅米是米頭是乜嘅呢？第一個是酸，係嘛？唔係。石夾嘅本塔嘅線，一個水果第一個最初嘅米是夾，有夾以後能會酸呢以後能會甜多了米呢是乜嘅呢？是講啊一個推水啊，所以水果改摘嘅時間會摘哈。所以有一句話喎，強摘之果不甜，土匪之氣不鮮啊！一個唔甜好摘嘅水果就唔好摘嘅食咯，一定黃嘅能好食啊！所以有人講一句話，調嘅食嘅水果啊，等到過好食，有一種嘅講法版啦嚇。第七，一時站不住，站不穩，客家話用嚟講咯。這分道往下去，
也系一个昏倒同昏倒冇相同啊哈，晕倒就昏倒，昏倒过年。临寝就是讲啊，大临寝啊，哈，一时三不稳，大临寝啊，也什么意思？大家看本文就可以了解哈。第八，一个同量嘅，一个在字呢，头前有 ng， 所以也用嘅嘅读音啊，唔系同量嘅咁樣哈。同量嘅是指一個人講一個先出題就是講啊，冇命量嘅啊，量嘅就使用呢有三四語嘛，哈，有年人命嘅是年啊，一個量浪圓嘅就啷嘅啊，一個扁嘅呢就丁嘅啊，都帶同量嘅是指乜嘅呢？客家話就講啊，猜謎語啊，團猜謎，本人團啊呢。第九，關於講因果證個意思乜嘅呢？好，一個有人講因，南部是講因，北部是講因，啊，以上都是兩個都可以哈，就是講。再下一題，夜了看唔到東西，我哋乜嘅呢？假眼，也強光眼，也陰陽眼，也三得眼都冇相同。假眼就是講啱嘅就看唔到，強光眼就是意思頭，看個強光冇黐到。第三。陰陽眼就講結尾樣嘅嚇，按不頭意思頭都看得清楚到，一條題目，所以夜會讓看唔到東西嘅呢，就會假眼，一個黔類啊，按不頭嘅看唔到，但是又有另外喲，前場冇頭條撲殺條，也按不頭看得到一個天操萬物。非常的奇怪，親像壁鋪嘅，伊嘅眼就看唔到，但是伊嘅反射一個能力非常的強。第11，頭向頭前翻滾，頭向前翻滾，也我哋乜嘅呢？第個呢中間調，中間調，也就係答案就係中間調，大反差嘅。大反差是左右漸變嘅，跳浪是就是講跳舞嘅意思哈，所以向前翻滾就個中間調中間調。第12，但係學嘢吧喎，學嘅就是乜嘅意思呢？就會講係學習咩呢？唔咩投訴也係恥笑小人家一個頭客家話有一句話喎，一個小妹人啊，冇頭愛嫁就可以出家，有一句話但是一個學呢，就是將一個大人嘅情況詳細講俾爺爸聽啊，就學爺爸。第13，一個熊客家話就會講熊係熊也係用出用，一個客家嘅相思地度裡，親像相命地度裡嘅相用就熊，按巴黎嘅里呢來按富婆嘅富呢冇。嘅三得是一個注意到一個考試一個當然唔曉得讀嘅到名嘅名相要用文讀。第14，大河題，關於講大河題，就是薄片。第二個呢，準片是準嘅，塞片
是我哋目前目背嘅色片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薄片是乜嘅？準片是乜嘅？色片是乜嘅？了解下。第16，運動用嘅鉛球，個人講鉛球，佢教法是講乜嘅喏？鐵球，也係鐵餅，也係人人餅啊，這三個名詞要注意。一個我哋所講嘅，個人講鉛球，就講鐵球。平嘅呢，叫做喏鐵餅，鐵餅啊，鐵球，鐵餅。人餅呢，就是鉛板啊，鉛板。好，17，抽屉嘅箱嘅，我哋講乜嘅？本抽屉嘅箱嘅，一樣嘅咯，吉到，也係夾到，也係壓到，也係夾到，有人講夾到啦，但是一個題目是講吉到，頭上嘅是吉到，一個門呢，大下都被夾到，一個兩個門中間躺下當兩個門咯，其他加一個門啊，這個叫做夾到。壓到呢，是指嘅門嘅後背嘅嚟輪座嘅壓到，吉到、夾到、壓到、夾到嘅意思要了解。第18，南部地方客家人講紙幣紙幣可以講乜嘅咯？紙錢也係金票，也係銀票咯，一個就係講南部講紙票唔係紙錢咯，大家注意係講金票。河洛話呢，就個銀票、銀票客家話講金票後背呢，還有講一個金一個蘇金絲金、銀子、舊金，這方面要注意一下一個名詞但是在那個拜阿公婆嘅拜墓地，要用乜嘅東西，也要注意要了解各位後背還有講數年同年齡冇相同人嘅很少嘅人就攞年齡。古時呢就按照數年，一個對色同對年又冇相同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也都建立一個講法吧，注意相當嘅了解。數年是古時嘅，年齡是指現下嘅相年也係指同數年相同，對年一個是人古時嘅亦每一年一個有人一個河洛話講早期安尼冇相同後來再看下面奈耶，係指通知是指什麼呢？奈耶那個人說錯，南部客語那個下面奈耶係客語動詞，鹽牛是名詞鹽牛這個是動詞，三姑是名詞名詞，所以鹽雞同鹽雞嘅意思冇相同，鹽雞只是一個鹽火嘅個名詞，鹽雞也是動詞是生這個裝鹽牛有乜個意思呢？是講一個細心照顧看護一個就按到像土生人一樣嘅，就講裝鹽牛裝鹽牛，因為牛嘅鹽過以後呢，牛嘅頭髮佢貴，所以愛來好好來裝，冇本無人看到，冇本雞對到安尼所以裝鹽牛就是細心照顧的意思那個再講一遍，鹽牛是指鹽過嘅牛鹽牛是指動詞，三姑就是半胎色嘅牛
第20，姜母鸭，姜母鸭，关于讲姜母鸭，系姜同鸭子，也系姜同鸭麻，也系姜麻同鸭白，各位同学，姜母鸭也三个的分开来读啊，有三个名词，一个就系姜母鸭，就是姜麻同鸭白，同鸭白，一个唔系姜同鸭麻，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姜母鸭是姜麻来同酒，再加上鸭白，鸭白。那个21，冻格乐，关于个冻格乐，客家话是讲乜嘅呢？甜狗鸭，甜狗鸭，标准答案。但是一个拍狗鸭唔系点狗鸭，有冇安尼嘅点狗油，拍狗也个是用个名词，拍虎就有信仰一个守虎嘅人啊，唔可以看信仰也冇看做嘅养出来嘅时间也唔可以看咯，嗰个拍虎嗰啲好用。第22，人伤心流泪，流泪那个泪嘅概念客家话是指乜嘅呢？木子，木师木师是很长嘅时间木主头上有一个硬嘅嗰种木师年岁是指年讲木师又有另外一个形容词，看唔起人看人木师所以一个22一个题目，人伤心流泪是指泪是指木子第23，稻草人，关于是讲乜嘅呢？讲人呢也系错人嘅咯，以上都是有人讲干人呢，有人又讲错人呢，这两个都同。第24，泉水南浦话是讲乜嘅呢？南浦话是讲潜水潜水。第2，北浦乡亲是讲治安产水所以也两个都可以。南北乡亲讲嘅语言不同，但是都系讲潜水第25，竹书呢是用可以就解释到讲生出来嘅是怎样是用产嘅呢，还是用生嘅呢，还是种嘅呢？也包嘅呢？一个竹书呢是产，是安产，破绽的绽就是一只诗来嘅。一个史诗片，牛屎片加上一天的天，产出来嘅产，竹书呢是用产嚟嘅也会唔会有个产同包同必有冇相同嘅意思好，一个三只诗包一个声音的头脑行包弄嘅包弄嘅，冇讲产弄一个必一个碗必起嚟，必分嚟又有必杀、必分、必辣，有三只诗就一点必要的必必要的必。我再看26，关于讲看小孩子，关于客家语是乜嘅呢？是偏西语呢，也是河洛话土西语呢，客家话肩那个双大下向上面的肩所以一个要用天语嘅土西语呢，但是土西语呢，南浦乡亲是讲大西语呢河洛话是讲偏西语呢一个讲起个神奇，土是由坏变好，大呢是冇好冇坏偏呢由好变成坏，叫偏第27，主作植物主一个形容嘅通呢，係為嘅做呢就第3名主一个主作人家
关于讲诅咒人家，客家话就讲诅咒，所以一点呢，各位乡亲大家注意，这个好话多讲到台湾，就等于祝福；坏话讲到台湾，就会诅咒人家。一点呢，这个你看修身体修口业，原因就会出现这个后摆又讲咒是用念迄个叫念咒，经就佛经啦用唱迄个歌的呢用唱嘅，诗对呢是用吟诗作对，所以在各语言嘅用法是不一样。当然，一个就能广播电台，亲像这样嘅录音、读书台湾讲话嘅声音用法也冇相同，安尼总是只能广播来讲，电视、电台一个让我熟悉嘅时态的关系，所以速度有个极大位。28好味嘅，係指乜嘅呢？甜味嘅只是甜味嘅，唔係變好，也唔係幾好好味嘅就占位置尖要讀站有兩言。第29，客語講半個言，一個是客家話喎，一個第個是5個人半個言唔係幾半人1.5塊錢幾半人，幾半人是1.5元第三0.5元呢是5港元一個5角錢呢5分錢就5角錢一個年角分一方面要注意第30關於講小人書是指什麼嘅呢？是指小人書是指老公嘅老太小人書唔係小弟弟也唔係流浪漢另外一個呢小姑娘同小娘姑小娘姑同小姑娘意思是不同小娘姑就是倉庫嘅老妹，小姑娘呢是指老妹嘅人一個是擺法冇相同，小娘姑同小姑娘意思不同。好，31一個重要遷徙，遷徙的遷客家話用嚟通咯，嗰度人讀遷徙，唔係遷徙這個遷徙其一安遷一個做遷徙遷徙 IAN 呢燕北部鄉前燕也冇相同一個是一個發那個語音南北語音冇相同，南部嘅 IAN 是燕，北部是讀燕燕安尼好，第32出境客家話就講出境，客家話是講乜嘅呢？就近就近呢腳就近呢綁將近嘅綁用嘅寫就跳書評價講嘅劉邦嘅綁綁將近綁將近，但是大家注意這個纏糾纏嘅纏同那個糾緊嘅糾一個意思冇相同，糾正的糾那個糾纏的糾打雜有那糾33下面那一個叫過後生咯，第一個是後會發生嘅，過後能會發生下面那個過後發生嘅，第一個是流膿，第二是潔癖一個潔辣，第三是潔癖一個東西潔癖，癖是挑絲那個平絲做一個刺這個刺那個多一個刺一個答案是最後嘅一
先要流脓，流脓了以后呢，咱会结辣的，结辣了以后呢，就结皮的，所以第三个，第三个最后嘅。个一个天咯，一个皮，一个汗呢也一个皮，就是讲一点从一个一基础一点路意思是相同，一个天咯，一个皮哦，一个汗呢又咩？汗呢同个皮第35，下背下背，国语是指下面个下面，背后就后背，背下半部也没有这个下背是指下面，双肘36，双肘是含义是指嘛个呢？头衔头衔，没是中午。也不是指早上这就是的这个早上相反词早上就早晨，上早就是头多的意思。第37，经营买东西叫做乜嘅呢？同意买东西叫做乜嘅呢？就按到高干，一个高干同一个。干血管冇相同交手是相打嘅意思然后俗话有句话讲高干强，高贵是有一句话一个意思就讲高干就够了钱但是去买东西一个第38，体力人，客家语是指乜嘅呢？是指派头嘅。体干、体力人体干的意思。派头处呢，同体力叫做体力，冇解的人体头就那个体力，所以体力人同体力两个意思冇相同体力人同体力一个意思冇相同。39，昂面进度是乜个意思？昂的面。都是个金，是指嘛个意思呢？山头山那么没有，这昂头昂脑也唔没，表面是昂，实际是个聪明，也就很多昂面进度第40，一个虔诚虔诚这个虔诚，通常关于音一个同客家音。客家音会加一音虔诚是国语，关于虔诚贵神的虔，同虔头的虔的意思是相同，音相同。第41，气量狭小，音是乜嘅呢？墙面墙面反面呢是个恶嘅意思，拍面也个是说一个拍的。好事的拍面，冇图讲小白脸有冇相同拍面同小白脸有冇相同？拍面是指反那个拍的好事的熟的，小白脸是指一个后生的反面是指反的，反面真恶墙面呢一个。气量小小，讲都就熟悉个场面咯。好，第42，老蚌生珠嘅蚌一客家话样读，老蚌生珠客家语一样嘅读，蚌读蚌，破昂蚌破昂蚌，老蚌上珠上珠嘅43。全庄人都第嘅富人家做按乜嘅咯？裝白眉，唔係老白眉，唔係阿三白眉老白眉就話咯一個圖案就是全莊人都係曉得嘅地地嘅富人家就係裝白眉等於一個明月台。路行行來行去，佢做改裝好，第44，
生锈过于生锈，就是第一个是讲生路唔错，第二个白路错嘛，也两个都错啦，以上三个都错，所以选三。所以考试嘅时间冇看到第一个错，第二个有冇错，讲第三个，个三个都错哦，一个做选择题要注意。第45，流氓，客家话是乜嘅喏？掠家啊，掠家嘢啊，也係流氓，也係花旦啊，花旦一個做出版業三腳推茶意思是阿處嘅同小生同花旦人啊哈，呢三個呢，亦都係採茶戲劇裏頭的三個人物啦，小生是做拍上夫嘅。阿處嘅是頭拿民族叫屁股行貼教育嘅，花旦就是社會啊，社會啊。第47，身體同但物不同，一個互相嘅碰撞，就是什麼呢？一個就講到摸到，就像茶位摸到人創造茶位冇相同啊！一個初到，就也就一般就講腳。對咪錯到，創到就是人同物冇同啊，按個摸到呢就人點物嚟同到就摸到，創到錯到嘅意思冇相同。我喊你去課，我喊你去，一個客家話人嚟講，嗌同去啊。也係嗌間隙，三個都錯。間隙是闽南方面人講嘅，一般人是講同隙，冇多人講緊隨唔傾下去，安尼哈，一個就是我和你一起去啊。第49，一次相愛，但是再有共停啊，相愛再向上經驗變講啊。一個客家話人嚟講咯，個橋人嘅橋，答案是橋。一個橋是竹絲片加上一個橋，那個橋嘅橋，個木絲加揾個那個研究嘅究啊，鳥就見鳥人，挪咯，竹絲片嘅挪，用腳嘅地咪去轉到挪。這三則是橋人、鳥人，一個挪東西，個挪回事，安尼哈。一個還有一個腳下嘅腳，腳下嘅腳同橋人個相簽，這就是一個畢業那個1、2、3、4嘅詩，有數篇做數篇，再加上橋嘅橋個有數篇啊。叫做腳下來嘅腳，慢慢地彎下來50，很少咩？客家話是咁嘅喏，就很少咩？也係來臨句日本話都來臨句，呢三個都可以很少咩？各位鄉親，頭先所講嘅本文部分一共有48分42秒請大家牛奶咧、糖咧，可能參考下咧再帶下副記嘅部分再讀下去。冇韻母嘅詩啊，冇韻母嘅詩有多咯 ，M 唔係音 ，N 係音 ，NG 各位字同詞詩嘅六則詩啊，是單音詩單音詩 ，MNNG 字詞詩。也六則詩是單音詩，四音三母有28，一個64三母有28，韻母64，但是也64，冇包括是陽梅嘅一個G，一點嘅我哋讀 E， 人讀 G，IM 呢我哋音，我哋讀 Jim。IN
我哋講音，啊人講音啊，IP 呢，伊講客家我哋講葉，人就講葉，人講葉安尼啊，IT 就講我哋讀南部唔係西安都葉葉，啊人講葉安尼所以講一個一點加上嘅呢，叫做講這同愛嘅合音字啊，這種二聲即個二聲叫二路，一個是叫二路安尼一個呢，向各位鄉親詳細去看。再加上客家傳統嘅文化精神啊，群腔內容啊，口語方面所講嘅一個嘅傳承嘅呢，就是刻苦奮鬥，一奮拍拖嘅時間並鬥，但是連對聯要用文圖情感意圖重聯行啊，清風明月做一個再加上阿公無當過嘅是講情有口，冇做得流芳安尼。好，其他嘅呢參考資料，希望各位鄉親有閒時間都回頭再看一次。一個題嘅是步強教材，一共有1000條，一個名字一點下去呢，一文化博士非常嘅熱心，有陸陸續續我看出了一點就可以看到第一篇多，也根本嘅第4篇。文化方面嘅研究也有16篇，一個全部用個名站喺度嚟，睇嗰個名站英文詩一個唔係英文詩，一個唔係英文詩，名字點咗出來。第3呢就係講客家商業用語嘅繪畫，也有名字點咗出來。那個第4呢，就是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曹白石也會去學等，一共有100篇有名字點下去。最後呢，一個聯音詩希望各位鄉親努力讀個本大家都做參考一下聽起什麼9個音，有喂、咧、耶、咩、呢、嘅、單音，只是嘅時間就用讀本音讀音本音字母上音但是寫詩嘅方面，也希望教育部以及一個學會一個第3個音去加強嚟研究咧，冇全部用單腳嘅，一隻文章喺度嚟寫為10個嘅單腳嘅就破壞了一個文章嘅看法，文章嘅講嘅素材語文方面一個方面呢，一個語也係注意到一個歌聲同佢要用語，有音色要用聲母、韻母上調，冇像用 A 安尼。大下聽意嘅呢，一個圖錄也有詳細嘅說明，同時也有一個17分18秒錄音做嚟俾大家嚟做個參考。以上基本嘢就講到見，也這個希望大家感謝你，也祝福嘅考生考中國檢驗證考試能夠通過高分通過客家語文嘅高級嘅認證。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希望按自細要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